2024年总统大选，国民党总统的人选也未确定。侯友宜加郭台铭今仔日分别到公庙参拜。郭台铭因为所落来的造势活动，上尾一场伫咧邦桥，互人认为是咧针对侯友宜。郭台铭强调，这无特别的意思，侯友宜方面也无正面回应。民进党方面赖清德今仔日到新德馆参加校管会的成立大会。民进党方面郭美德是继续点伫咧台南参民众博感情，也若将台南县长苏焕智也正式宣布讲，伊要投入总统大选。副总统也是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，初6早起受邀登记母校新北万里歌手参加创校110周年校庆大会，下到亲自参与新德县圣罗台湾之友会成立大会。伊讲国家面临真侪挑战，上大挑战就是来自中国的武力威胁。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来自中国武力的威胁。和平是无价的，战争没有赢家。那也将出线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拜汤圆孤山为天宫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到土城三关宫参加妈祖绕境活动。因为郭台铭未来市场造势活动最后一场办伫新北邦桥，被改图是假场，两人敢是起兵外界关注。郭董有心为中华民国、为台湾多做事，我们都要给予肯定。不要老是见缝插针哦。我这排的行程啊，就是照既定行程的走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继续行访台南，先到永康区平雅市扫街，再到安平海台天后宫参拜。因为母亲节要到，伊沿途发散金钟啊会甲乡亲博感情。另外，去年要参选台北市长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，初6早起正式宣布投入总统大选。我们在这里宣布参选总统，要改革黑金，要下架贪腐。在妈祖绕境的时候，伊咧分物件互你。1万8万，你讲你国民党民进党，这个岛上太分裂，有输了。那郭文德有计5月7日正式登记党内总统初选，到时阵也会有记者会进行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